们真的没有歌了呢，怎么办？请问一下，你们想听什么歌？你们想听什么歌？真的吗？你们没有去过台北木栅动物园吗？他们的动物跟我们讲动物不太一样。哇塞！哇！就来吧。好吧。可以吗？拜托，我没学过吉他。带大家到奇幻的国度。新的，他讲新的。色水之乡，色水之乡。可以讲了，不可以讲了。哎，你们有听过网络上听过，假装没有听到，好不好？耳朵长包皮现在。好。他在酝酿呢，害羞。哎，爸爸，姐姐。哎，为什么那个人一直走哦？他的一直拿手机出来啊！跟你讲，他是智慧型手机，等一下滑就滑倒了。哎。抱歉，好冷。我就练个妹妹，然后我们就唱。我们的说话好不好？来，他今天都没有讲话。哎，妈妈，又是妈妈。你看，爸爸在跟那只猪讲话哎，然后妈妈就走过去，不是啦，白痴哦，干嘛跟这只猪讲话？结果爸爸就说，不要讲话。爸爸就说我在跟猪讲话，你吵不吵？啊，妈妈就说我是在跟那只猪讲说不要跟猪讲话。好了，我们请那个我们的鼓手好不好？康康好不好？我跟你讲哦，他不是我们乐团的鼓手，他今天才来报道。哎，你们听说你们缺鼓手，对啊，要不要一起来？好啊，就这样。还有讲到一个动物人，等一下我们先蹲下，因为以防挡到他。
站起来了没有？等一下，安静，小声2点。哇，你的笑话怎么想不到的？你太久了。刚刚有跟我讲，他叫我帮忙讲。好，我们可以站起来了吗？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刚刚啦，鼓手啦，拍手给他一下，好不好？身高168，传说中，他跳高可以跳2.42米，除以2。我们讲话习惯够点。不要再矮了，太夸张了。你这样录，你们的音箱不会爆掉吗？手机爆掉。所以我们要讲了吗？接下来这个动物。当然要啊。哦，还是我们请吉乐讲啊，因为他很多点子。听说是爸爸。对，爆笑。在场都满18岁了吗？哎呀，有嘞。我明天就满了。爸，看，好奇怪，那个海参啊，那个海，爸，怎么那个海参，你去掐它，它会喷出奇怪的东西？小明，这个晚上很晚12点之后，你该睡觉了，把房门关上，爸爸跟妈妈有事情要处理。嘿，乌龟跟兔子终于赛跑了。然后说，乌龟就说：“哎，兔子，我们来赛跑好不好？”然后兔子心里想：“妈的，又要再赛跑？好啊，可以啊，来赛跑。他说我们要比什么？然后乌龟就说：“我们比谁先到家里，好不好？”好，预备蹦！结果乌龟就缩到乌龟壳里面太远了。到我们的女神，女神讲的不一样。老鹰啊，为什么你的右手会受伤？没有听过对不对？先不要扑腿，赶快。然后那个老鹰就说，哦，因为那个追那个。又开始笑，不要谢谢。我们现在立正，忠烈祠。因为昨天下大雨，然后他怕看不到视线，然后他就这样，然后就受伤，撞到树。你闭啊！好人啊！汪凤仔啊！往前走！下一个是头目。我走到哪里边？我错了。我先笑，哈哈。好笑了，好，可以讲了。山猪，起床了，山猪，你干嘛睡我旁边？然后山猪就说：“白痴，你干嘛对镜子讲话？”赶快讲那个，快点，都没有听过的。没有听过的，他们都常常听啊。
我讲一个旧梗好不好？你们假装没听过吗？好。哎，不是，小姐睡了。这是什么呢？哎，那蚯蚓就是跟那个白小姐李笑嘛掰啊，我第一次从都立坐火车到这边掰啊，就那个白小姐一直不理他，怎样了不起啊？哎呦，以为自己很美呗，不理人。那就另外一个蚯蚓就过来跟那个蚯蚓讲，你白痴哦，你干嘛跟米台木讲话？啊，林博，掌声欢迎林博！林博说啦，林博说啦，掌声欢迎我们的制作人。你找错人了。好了，事到如今，我们知道用那一招了。1、2、3、4。